可能好多香港人都唔知道，喺1945年日本投降，香港重光之後，曾經有大批國軍，亦即係中華民國陸軍，大舉進入香港境內。呢段10萬國軍過香港嘅歷史，喺好多史籍同當年嘅檔案入面都有清楚記載。今日我就帶大家一齊還原呢段少為人知，但又極之震撼嘅往事。二戰完結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當時國民政府收到重慶軍委會嘅命令，準備調動廣東一帶嘅部隊，乘船北上華北同東北，去應對即將爆發嘅國共內戰。當時負責廣東戰區嘅最先開入九龍嘅主力就係第13軍，入面包括咗第89師等單位。唔少歷史資料同民間舊回憶都提到，呢支部隊配備咗全套美式裝備，隊伍沿住新界、深水埗、大埔道一路推進，最後進駐九龍塘一帶，暫時駐紮等候船隻調動。當呢批配備精良嘅國軍步入市區嘅時候，香港市民嘅反應可以話係極之熱烈，因為剛剛擺脫咗3年零8個月日治時期嘅苦難，大批香港市民自發湧上街頭，夾道歡迎國軍進城，現場氣氛非常高漲，街頭巷尾鋪天蓋地，無數市民興高采烈咁揮舞住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歡呼聲此起彼落，大家熱烈慶祝抗戰勝利，亦為見到中國軍隊正式進駐而感到無比自豪與振奮。不過，整件事喺一開始其實仲引發咗中英雙方好緊張嘅外交氣氛。廣州行營收到調兵命令之後，喺未完全同港英政府達成共識嘅情況下，就安排部隊先行越界進入九龍。部隊駐紮期間，佔用咗唔少民房同公共建築，街頭仲設立警戒線，封鎖部分道路。官兵購物嗰陣使用國幣，亦同當地居民以及港英當局產生咗唔少摩擦，局勢一度相當繃緊。港英政府隨即同中方展開談判，最後雙方達成正式協議，每次過境部隊人數要設上限，停留香港時間原則上唔可以超過72小時，活動範圍大致限制喺九龍區。雙方仲共同組成紀律隊，維持軍民秩序，避免衝突發生。由1945年10月一直去到1946年年中，前後大約有10幾萬國軍陸陸續續經香港過境，搭船北上。除咗最先入九龍嘅第13軍，其後亦有其他唔同番號嘅部隊跟隨呢條路線調動。呢段10萬國軍過香港嘅歷史，側面反映咗香港重光初期極之複雜嘅局勢。當時二戰剛剛落幕，東亞地緣政局急速轉變，殖民政府、國民政府即將到來嘅內戰，種種因素交織，令香港短暫成為軍隊調動嘅中轉站。呢10萬大軍路過香港嘅片段，就係呢個動盪年代一頁容易被大家遺忘嘅香港史料。